既然你这么愿意当马夫，给你签好了。其实，湘君，此事乃沈玉之过，湘君不必为此难过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难过了？再说了，我难过关你什么事儿？你3番2次的破坏我婚约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，果然，咱们俩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在下并无图谋，只是单纯关心湘君。你我非亲非故，然后你费尽心思、机关算尽的来关心我，这种关心，小女子可承受不起呢。湘君此话未免。你当我真的傻是吗？刚才你找来的，根本就不是沈玉的未婚妻。原来湘君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何？沈玉要是为人坦荡的话，你找一个假的冒充，他自然不会上当。可他居然还承认了，我对他无话可说。可是陈安博你呢？精心算计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现在就想知道。因为你我相交多时，我早已把湘君当作朋友。朋友互相关心，有何不可？朋友，这天下读书人的楷模，怎么这么不会说话？我家公子没说错什么。说没说错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知道，小姐马上就要发飙。陈安博，你这算什么解释啊？你摆明在破坏我的婚约，你跟我说你只把我当朋友。湘君先别着急，你听我解释。王氏之事确有不妥，但事急从权，王氏本人被有心之人先一步带走，故在下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还望湘君谅解。那也是欺骗，而且比沈玉更可恶。在下也是为湘君着想。莫非你就算被骗，也要嫁给那沈玉？我嫁你全家我全家只有我一人。哦，难道湘君你是在骂人？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怕我被骗，还是怕我嫁人？哦，这问题问得好，这是一道宿命题啊。这当然简单了，当然是怕被骗啊。唉，虽然我脑子不好，但这种回答肯定不行。不行。算了，我也问不出来你。我问你，还不如去问老天爷呢。走。你是头木马吗？说嫁公子的。办好。哎，过来牵马。哦，来了。走吧，姐。乖乖乖。我究竟是怕她受骗，还是怕她嫁人？湘君，在下其实……我不想和你废话了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怕我被骗，还是怕我嫁人？公子这些书，已经看了1个多时辰了。女人呢，是这世界上最难懂的书啊。老管家，你可别乱说，咱们公子才不会看上班湘君呢。小九啊，感情这东西是半点不由人的。